家己的婚龄未了的，桥头所谓机会中心来到台西的溪顶社区举办资讯的课程，教长辈来使用平板的电脑，而且开直播。真侪长辈拢是第一届接触到直播，拢讲真新奇。 老师调整电话为直播做上尾准备，桥头所谓机会中心为着是大人会当接触科技，和心态哪来哪少年，特别来到溪顶社区开课程，或是大人嘛来使用平板体验直播。我今仔日来食算这直播头一工。 啊，真好耍！真侪阿公阿嬷伫咧使用新设备时，定定因为无人教，就无来学。桥头社会机会中心开办资讯课程，就是要阿公阿嬷袂当用轻松趣味的方式来学变怎用这设备。希望说这些长者未来就是在这边上完课了以后，回到家里，可以跟他的亲戚朋友大家互动聊天。 阿公阿嬷学平板含手机的速度袂输少年仔，相信有人伫咧教，大家嘛当真做专家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